行守主道，使徒行傳2章42節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訓，彼此交接，擘餅，祈禱。呢個就係初期教會蒙福嘅光景啦。信徒一蒙恩得救之後，就行守使徒嘅教訓，過彼此相交嘅生活。使徒嘅教訓即係主耶穌嘅教訓，因為佢哋都係照住主喺福音書裏邊嘅真理去教導人。就今天嚟講，即係話係聖經啦，神嘅道。弟兄姊妹們，今日我哋亦都需要恢復咁樣嘅蒙神悅納嘅生活。無論生活再忙碌，都應該將祈禱讀經擺喺首位，因為行守主嘅教訓就必須先建立恆久嘅讀經生活，而且係靠住喺我哋裏面嘅聖靈牢牢咁守住，喺生活中進行活出主生命之道。如果你為此切切咁去禱告，並且喺生活中天天去實行，聖靈必藉住神嘅道喺你裏邊去工作，成為你嘅力量，叫你可以過一個榮耀神嘅生活。基督徒嘅生活不但係有個人讀經、禱告、親近神呢一方面，更加有嘅係肢體彼此交通、聯絡、供應。好多時候聖靈總係藉住肢體之間嘅交通嚟點活我哋、供應我哋，叫我哋能夠彼此勉勵、激發愛心，一齊去享受喺基督裏面嘅豐富。上述兩方面係正常基督徒生活中不可缺少嘅。請謹記，聖靈喺初期教會眾聖徒身上所作嘅，今日亦都同樣要作喺神嘅眾兒女身上。昔日因住咁樣嘅生活，福音就得着廣傳，初信嘅得着照顧，甚至有啲祭司亦都歸向主，主得着榮耀，將得救嘅人數天天都加俾教會。今日你嘅生活又點樣呢？親愛嘅主耶穌，求你吸引我喺每日忙碌嘅生活中，能夠將禱告同讀經放喺首位。求聖靈喺我嘅心中去作工，賜我恒心同埋力量嚟遵守你嘅教訓。不單止喺個人靈修中親近你，亦都樂意同弟兄姊妹彼此交通。願我哋活出呢個蒙福嘅光景，叫你嘅名得榮耀，並且見到更多嘅人因為我哋而歸向你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